大腦運作。記憶，請留意。小朋友，我就係鱷魚博士啊，仲記唔記得啱啱見過啲咩啊？其實頭先你就係用咗你嘅大腦，透過事物嘅重點記住，然後放喺短暫記憶區。短暫記憶可以將你剛剛見到嘅事物或者係感覺記住，但係佢嘅容量得好細，好似一個電話號碼，30秒就唔記得㗎啦。所以如果要記住事物，就要重複溫習多次，令佢成為長期記憶。嗱，等我考下你啦，仲記唔記得片頭出現過邊一隻雞啊？記得就留言答我啦，拜拜。